今日我會同你分享一個絕大部分嘅人都唔知道，但係知道咗之後，你就會提升好大效率嘅發現。喺日本6年，喺日本人身上學到最大嘅收穫。一講到日本人，你係咪即刻諗到佢哋守時間管理大師？但係呢，我認識嘅嗰啲真係將企業做得好好嘅大佬，啲藝術家嘅朋友，佢哋根本就唔搞我哋嗰種密密麻麻嘅時間管理。佢哋真正管理嘅叫做狀態管理。你哋係咪都咁？schedule 排到滿滿，逼自己喺嗰個時間一到就即刻拍着，結果呢，做嘢冇效率，仲搞到自己好 emo。我識得一個藝術家朋友，佢成個上午都可以喺度飲咖啡、發吽哣同埋睇書，但係一到黃昏，佢嗰個靈感一嚟，佢就可以即刻關埋道門，連續畫畫8個鐘，電話都唔聽。而且佢話佢一定會付出所有嘅代價去保護佢嗰個巔峰嘅狀態。另一個我認識嘅企業社長，佢同我講，佢最重要嘅工作就係令自己喺重大決策之前一定要處於最高狀態。如果佢嗰日好攰，個腦好亂，佢就寧願將個會推遲，都絕對唔會做一個低素質嘅決定。佢哋都有個共同點，就係對自我狀態有一個極度嚴苛嘅要求。你會發現佢哋唔係喺度用注意力去配合時間，而係用時間去配合注意力。精力同埋靈感呢，就好似波浪咁隨機嚟嘅。傳統嘅做法呢，就逼自己喺9粒鐘度等嗰個浪，結果得個吉。我哋普通人點樣先做到狀態管理呢？好簡單，3樣嘢。第一，你要識別到你嘅高狀態係咩時候。你係朝早特別清醒啊，定係夜晚特別有靈感？第二，準備好你接盤嘅籃仔。你嘅靈感呢係隨機散落嚟嘅錢，你唔知幾時有噶。比如你搭地鐵嗰時，突然間有個好嘅 idea， 唔好諗住翻公司先記低佢，即刻攞部手機出嚟錄低佢。第三，戒咧嗰啲一定要齊人先開波嘅壞習慣，盡量各有各做，唔好大家喺度等嚟等去。千祈唔好搞埋嗰啲一定要你同我坐埋同一張台先做得嘅嘢。你要死守你自己最上身嘅嗰個時間，所以唔好再為嗰啲跟唔足 schedule 去自責啦。真正高效唔係你塞滿幾多時間，而係你捉住幾多高素質嘅狀態。我係 Benny，下次再同你分享更多令到我哋生活變得更好嘅小驚喜。拜拜。